你家的旧机车准备淘汰了没？今年政府推动7期燃油车补助，只要是家中还有1到4期的旧机车，汰换成7期燃油车或电动机车，最高就可享有5000元的补助。但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政府今年开始补助7期燃油机车，差不多的车型却越来越贵，售价动辄7到8万的125车款，也让消费者大喊吃不消，质疑补助补到哪里去了。以国产大厂为例，125车款 ABS 版售价7万元上下，今年推出的7期车款售价调涨逾 8%， 另一款125 ABS 版幅度也将近有 7% 的调涨，加上抵扣购车金、礼券等回馈后，价格才较为亲民。即便大厂也推出相关折扣及补助措施，先涨价后提出相关的优惠做法，也着实让消费者不能接受。我知道现在有补助，但是现在喷射引擎的机车好像要7、8万，也是蛮贵的。有啊，过年有去看，就是电动车跟一般重型机车。那老板其实有说，2019年款跟2020年相比，大约有差7到8000块。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补助好像都被挑战给吃掉了。消费者大叹伤荷包，更不满补贴看似落入厂商口袋。网友不满地表示，领政府的补助情况也不见得比较便宜，不仅消费者没有受惠，补助好像也都被业者的涨价给抵消。在20几年前，顶级的机车大概在5万5左右，那现在这几年都已经到8、9万是正常趋势。开喷射机车很环保没有错，可是你只要不保养，它的污染数值是比你1、2期车还要严重。因为就我所收到的资讯来讲，目前7期车的补助，政府是5000块，7期燃油车是5000块。但是事实上，因为那个车厂这边的成本增加，其实只有大概没有到那么高，所以他故意把售价调高了，让消费者认为说，这个补助好像都到了厂商的手上。其实会变成，目前来讲已经变成是这样，他如果不调高这个售价，会造成它库存的6期车比7期车还要贵，那这就是政府在做这个补助动作的这个额度，我觉得是有必须要去检讨，是不是太高了。政府补助7期燃油机车原是利益良善，消费者却感觉机车越来越贵，没有实质受益。台湾想改善空污，推动环保交通工具，相关政策还得多加思考。